每日都盼住降溫，我就可以同大家分享呢一口椰子雞火鍋啦。2025年啦，仲有邊個未食過椰子雞啊？呢度係咩都可以上噶，入面有文昌雞，仲有有機蔬菜，不愧係海南椰青同泰國香水椰嘅黃金配比。開鍋一定要先飲湯再食雞，最後先上菜，仲可以根據自己喜好調醬汁，尤其要加青檸，呢個先至係靈魂啊！雞肉用嘅係海南文昌雞，食椰肉大嘅，養足181家，斬上靈魂醬汁。皮蛋肉滑，再點埋佢哋呢度賣爆嘅蝦滑，滿滿都係睇得見嘅蝦肉，真材實料。仲有呢個人氣肥牛10錦拼盤，哇！呢個肥牛好新鮮啊！再試下西班牙黑母豬煲仔飯，一定要食。東莞厚街傳統工藝嘅臘肉臘腸，特別香。仲有好多有機蔬菜選擇，豆腐都好軟軟鮮滑。佢哋鋪頭憑商場員工證，仲可以享菜品9折優惠，歡迎評論區留言，仲送5份周邊添。